16章，保罗来到德比，搁到罗斯德，伫遐有一个门徒，名叫提摩太，是信主的犹太妇人人的囝，伊的老爸却是希利尼人。罗斯德甲以哥念的兄弟拢学落去，保罗要带伊三甲去，只因为遐个所在的犹太人拢知影伊的老爸是希利尼人，就甲伊行甲礼。因经过逐个城，将耶路撒冷使徒甲长老所定的规条交互门徒遵守。对安尼，正教会信心愈发坚固，人数日日加添。圣灵既然禁止因伫亚细亚讲道，因就经过弗鲁加、加略泰一带的所在，到美西亚的边界。因想要去，比去年耶稣的灵却毋准。因就搬过美西亚，落到特罗亚。伫暝间有异象显现互保罗，有一个马其顿人徛着求伊讲，请你过来到马其顿来帮助阮。保罗既然看见这个异象，阮随时想要去马其顿，掠做上帝调阮传福音互迄位的人听。对安尼，对特罗亚开船，一直行到撒摩特勒，第二日到尼阿波利，对遐来到腓立比，就是马其顿这一方的头一个城，也是罗马的主防城。阮伫遮踮了几日，当安息日，阮出城门到河边，知影迄位有一个祈祷的所在，阮就坐落，对遐个聚会的妇女讲道。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人，名叫路底亚，是吹雅吹拉城的人，素来敬拜上帝。伊听见主就开导伊的心，叫伊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。伊甲一家既然受了洗，就求阮讲，恁掠做阮是真信主的，请到阮家内来住。对安尼强强留阮。后来阮去迄个祈祷的所在，有一个侍女对面得来，伊互魔鬼所附，用法术，互伊主人大大得到财利。伊跟地保罗甲西列话着讲，这个人是至高上帝的奴仆，对恁传说救人的道理。伊连连做日安尼话叫，保罗心中厌烦，转身对迄个鬼讲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吩咐你对伊身顶出来。侍女的主人看见得利的望无啦，就扣掉保罗甲西列，拖因到市顶去见首领，搁带到官长的面前讲，这个人原是犹太人，竟然搅扰咱的城，传咱罗马人所袂通受、袂通行的规矩，众人就三甲起来攻击因。官长吩咐绑因的衫，用棍拍真侪棍，就将因落伫监内，吩咐禁卒严紧看守。禁卒领这款的命令，就将因落伫内监，两骹上叉狗。约伫半暝，保罗甲西列祈祷唱诗阿罗上帝，正囚犯也暗耳孔在听。忽然地大震动，
甚至家奴的地基拢摇动，家门立刻全开，正修犯的锁链也拢松开。禁足一个醒，看见家门拢开，掠做囚犯已经逃走，就背刀要家己抬。保罗大声喝叫讲：毋通伤害家己，阮拢伫遮。禁足叫人提灯来，就跳入去，惊惊吓吓的拍伫保罗西列的面前，佮带因出来，讲：二位先生，我着怎样行，才通得救？因讲：着信主耶稣，你甲你一家拢的确得救。因就将主的道讲互伊甲伊全家的人听。迄暝就伫迄时阵，禁足将因带去，洗因的伤，伊甲属伫伊的人两边拢受洗咧。对安尼，禁足带因上家己的家内，甲因摆饭，伊甲全家拢因为信上帝，拢真喜乐。到天光，官长车也来讲，讨放迄两人吧。禁足就将这个话甲保罗讲，官长车人来，叫讨放恁，等恁通出家，平平安安的去吧。保罗却讲，阮是罗马人，并无定罪，因就伫众人面前拍冤，佮将阮落伫监内。现在私下赶阮出去，这是袂用的，叫因家己来带阮出去。车也将这个话回禀官长，官长听见因是罗马人，就惊吓，对安尼来考劝因，带因出来，请因离开迄个城。两人出家，去路底亚的家内，见兄弟，劝慰因一番，就行了。